有冇一個地方既專業專整保時捷，又係珠海市中心，好似位朋友一樣方便可靠？而家答案就喺你身邊。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坐落於城市核心區域富華里同華發商都，擁有專業檢測維修設備，為你提供可靠實惠嘅純粹保時捷售後服務。我哋已經為港珠澳地區超過2萬位保時捷車主提供值得信賴嘅專業服務。你嘅愛車值得被同樣懂佢嘅人悉心照料養護。智運行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擁有20年經驗。目前華發商都新店正在試業中，係3萬尺嘅保時捷文化中心，提供嘅產品同服務有換有保養服務、發動機大修翻新、變速箱分動箱維修、高壓電池維修、原廠編程編碼、升級互聯 CarPlay、升級秒錶計時器、包圍升級、大燈升級、排氣升級、車身噴漆翻新、卡鉗改色絲印、增配車匙等等，唔使再為愛車嘅維修同養護而到處嘗試啦！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，你身邊嘅保時捷專屬服務管家。